各位打工仔朋友，大家好！我做咗30幾年物流 sales， 見過唔少後生仔為咗報復上司一句說話，最後輸咗份工。今日我講一個戰國時代嘅報仇故事。挨債必報，飯追報仇好爽，但係如果你學佢9成9死硬。先講故仔，挨債必報呢個詞出自《史記·飯追蔡澤列傳》，主角係飯追，戰國時期魏國人。佢原本係個有才華嘅謀士，但因為家境貧窮，只能喺大夫須賈門下做個食客。有一次，佢跟隨須賈出使齊國，齊襄王聽聞飯追口才好，私下賞賜佢金銀財寶。飯追為免主子猜忌，堅決推辭。點知返到魏國，須賈竟然向宰相魏齊誣告，話飯追收受齊國嘅賄賂，出賣國家機密。魏齊二話不說，將飯追捉嚟毒打，打到肋骨折斷，牙齒脫落，飯追唯有裝死。魏齊仲叫人將佢用草席捲起，丟去廁所，任由賓客撒尿侮辱。你諗下，一個讀書人一心輔助主公，換嚟嘅係乜？係背叛、毒打，係最卑賤嘅羞辱。呢種仇恨就好似一啖濃痰棘住喺喉嚨，吞又吞唔落，吐又吐唔出。飯追當時心入邊嗰把火，我哋呢啲打工仔一定明。好彩飯追命不該絕，佢買通守衛，逃出魏國，改名張陸，輾轉去到秦國，憑住真材實料得到秦昭襄王重用，拜為丞相，權傾朝野。故事去到呢度，高潮嚟啦。飯追發達之後，第一件事做乜？報仇。佢對所有曾經傷害佢嘅人進行了清算。史書記載，飯追一飯之德必償，挨債之怨必報。意思就係，就算只係請過佢一餐飯嘅恩情，佢必定會報答。就算只係畀過佢一個惡狠狠嘅眼神，挨債呢種小怨恨都必定會報復。佢逼到魏齊走投無路，最後自殺身亡。佢又叫當年嗰個須賈嚟見佢，當眾數落佢嘅罪行，最後逼佢食一盤飼料，極盡羞辱。呢啲就係挨債必報嘅具體表現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覺得哇，好爽，大快人心，對呢啲小人就應該要咁。尤其係我哋呢啲做咗幾十年嘅老鬼，邊個未試過畀上司卸鑊，畀同事督背脊，畀客戶刁難？我老覺都試過，嗰種委屈真係會記一世。但係後生仔，我要同你講一個殘酷嘅現實。飯追嘅成功係因為佢有強大嘅實力，而且佢嘅報復係建立喺絕對權力之上。佢係贏家，所以佢可以報。但對於大部分打工仔嚟講，我哋冇呢啲條件。你學飯追，挨債必報，好可能只係變成一個輸家，仲要輸得好慘。我見過太多例子。有個後生仔畀老細鬧咗2句，覺得冇面，第2日即刻辭職，仲要喺公司群組大鬧一場。結果呢，佢嘅離職信寫得好差，背景審查過唔到，搵工搵咗半年，
佢報復咗一口氣，但輸咗分量，輸咗履歷。又有個女同事同隔離位嘅人因小事吵架，從此勢成水火，日日喺公司鬥氣，互相整蠱，最後兩個人嘅表現都好差，老細索性將兩個人一齊炒咗。佢哋報復咗對方，但雙雙失業。呢啲就係打工仔版嘅捱債必報。報復完之後，你得到乜？一時嘅痛快，但失去嘅可能係晉升機會，係人脈，係穩定嘅收入，值得嗎？我成日同啲後生仔講，職場係一個利益嘅場，唔係江湖。你嘅仇人好多時只係立場唔同，或者純粹係佢蠢，而唔係全心要害你。如果你對每個人嘅白眼，每一句嘅壞話都耿耿於懷，你嘅精力就會消耗喺無謂嘅內耗之中。你仲邊有力氣去提升自己，去爭取機會？我30多年嘅經驗話畀我知，真正聰明嘅打工仔面對委屈同不公做法大概分3樣。第一，記仇但唔報仇。你要記住邊個踩過你，邊個睇唔起你，呢啲記憶係你嘅警鐘，提醒自己要小心，係你嘅動力，鞭策自己要變得更強。但你唔好出手，你嘅目標係爬得更高，去到一個佢哋再傷害唔到你嘅位置。我以前跑東南亞線，有個客仔走我數，仲要喺行家面前唱我記住佢，但冇反擊。2年後，佢公司周轉不靈，反過來求我幫忙，我冇拒絕，但我開嘅條件係我以前嘅雙倍。記仇係等自己唔好再中伏，唔報仇係等機會嚟時，主動權就喺你手。第2招，化悲憤為力量。被人踩低，好，我就努力學多啲嘢，考多幾個牌，將自己變成一個不可取代嘅專家。你越睇死我就越要做出成績畀你睇。呢種報復係最高級嘅，叫做用實力打臉。我後生嗰陣有個新來嘅 sales， 覺得我冇料做 sales， 我聽完冇反駁，我繼續努力工作。誰知道他自己做了3個月不夠，因為業績太差就被勸退了。你用把口鬧我用張成績單還擊。呢種報復係最狠。俗語有云，講多無謂，行動最實際。第3，懂得放過自己。記住你嘅時間好寶貴，用嚟記恨一個人，不如用嚟陪屋企人食餐飯，用嚟瞓個好覺，用嚟學樣好嘅新嘅技能。你放過嗰個得罪你嘅人，其實係你放過你自己。你嘅心寬闊咗，世界自然會大。范錐嘅故事教識我哋人性嘅陰暗面同權力嘅滋味。但我更希望你哋記住，作為一個打工仔，我哋手上最大嘅武器唔係權力，而係專業、時間同健康。你諗下，你日日返工，諗住點樣報復嗰個同事，你仲點樣專心做嘢？我以前有個師弟就係因為咁，連續3個月報關坐咗4次，最後畀老細叫咗入房。你唔放過佢，其實係唔放過自己份量。捱債必報，留畀電視劇做吧。現實生活中，將嗰啲委屈吞落肚，化成養分，令自己茁壯成長，然後瀟灑地超越佢哋。呢個先至係對敵人最狠嘅報復。
好啦，記住我講嘅嘢，打工仔要醒醒目目，唔好做蝕本生意。下次再同你傾過，拜拜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視頻，多謝大家。